3分啦，仲有我哋新賽點嘅團體技巧都係由白隊呢邊咧係攞晒㗎。睇下到時到實戰嘅時候，佢哋可唔可以頂做一鼓作氣啊？而家佢哋熱身完嘅時間仲有5分鐘。各位，好犀利嘅程度真係啊！嗱，嗰啲粉絲團佢哋要等佢哋嗰啲偶像人都，或者請出我哋藍隊嘅精選人，包括咗有阿哥。最後43秒差，藍隊直頭暫停。現時嘅比分，白隊46，藍隊40。藍隊3、2、1，攻！好啦，嗱，首先1號位負責嘅姜濤，首先記住彈地傳球，傳過個圈，皮得再嚟，彈地傳球過咗去先，過唔過到？繼續掌聲啦！冇事，睇唔到，繼續嘅，睇得㗎，哇 ，Sandy！2分03秒34啊！犀利，我哋記住先。哇，好嘢！幾多時間？快啊！其實2分半鐘到差唔多㗎啦。跟住落嚟咧，好，請我哋頭先有位參加技巧賽嘅白隊隊員。咁你呢個賽事嘅情況係點樣咧？如果大家好認真咁去發現啦，你都會有成績。同埋咧，你陣間慢估，我哋睇一問通常先。你班球員準備成點啊？頭先咧，我哋見好早嘅已經個嚟晒落花城，我哋天氣又好又壞嘅啫，係咪？咁啊，但係啦，3分賽之後，我哋又有技巧賽。前2個項目有冇啲咩特別嘅戰術係要安排下，或者會唔會機會我哋一班觀眾睇到又有啲不一樣嘅安排咧？好準，陣間嘅對抗賽唔知有冇咁準啊嚇！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哋而家總分係2比1。頭先同193兩講嘅啫喎，幫緊你嘅其實 OK， 你 ready 就可以開始。隊員咧都要喺呢度開始休位。好啦，咁就會喺呢度扭過小高筒啦。OK， 扭過咗之後，嚟到呢度咧就要係嗰個彈地傳波穿過上面呢個圈嘅。OK， 咁我彈地。好。OK， 呢個係我嘅示範。OK， 要傳俾邊個嘅咧？係，我要彈地先嗰啲嘅。好，要彈地傳球啊！聽住啊，第2號位。OK， 傳完之後咧，我哋就跑去做3號位咯喎。3號位其實係第3個球員嚟嘅咯喎。OK， 跟住之後咧，我又要由呢啲西岸帶我帶到東岸。嗱，而家阿賢已經做緊3個人做緊嘅嘢㗎啦。OK， 好，有7個人嘅。現場觀眾俾啲掌聲啊，何振賢先。好啦，入完波之後，3號嚟嘅，呢個先係3號。OK， 3號球員。OK， 3號之後又要帶波㗎咯喎！哇，加油！哇，犀利啊！似乎係公司逼我打籃球，逼你梗係啦，個個都要打㗎嘛！好，哇，單手都咁勁真係。OK， 跟住中距離。呢個幾號？呢個係咪？個位
冇啊，冇問題嘅。你一個人做晒7個人嘅嘢係會有少少幻覺㗎啦。到最後之後，所有嘅隊員咧就會喺呢個 logo shot 嗰度一齊係射呢個中場嘅。咁首先，好啦，喺度企好晒位啊嘛 ，ready 啊嘛，係勾出面得好掂，係啊 ，X 字，好 ready 嘅話，容許我介紹一下同位置嘅隊員啊嚇。右位嘅球員喺嗰邊啊，就底線嘅 J 哥。3個位就會翻嚟呢度，就係阿曼。而4個位我哋又要翻過去嗰邊籃底咯喎，就係 Ashley。之後咧射入球個位就係 Julie， 同埋最後一個喺中圈準備嘅有幾位啊，肥腸啊、Bill 啊，同埋 Sandy 嘅都可以聽住我工作人員為我哋計時啊。OK， 好，山賽點團體技巧賽，男女3、2、1 Go。好啦，嗱，首先1號位負責嘅姜濤，首先要單臂傳球，傳過個圈，嚟得再嚟，單臂傳球過咗去先，過到繼續掌聲咧！好啦，朱哥，好啊，哇，阿肥仔俾撞下好啲喎，你好力喎，近磅，2米，哇！啲聲㗎喎，係1成嘞喎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有請白隊嘅代表。